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台語天馬行空》第14集。我是小張。過去這兩集，咱一直攏在討論閩南語的文培音之差，但是咱攏無去討論到一個真要緊的問題。在古早，無共族群的人到底要安怎交流？其實莫講你啦，參我都足好奇的。在文獻內底有記錄，雅言是周朝的官方語言，是迄當陣的中原正音，也就是無共族群之間的通語。但是這個雅言到底安怎發音、安怎講法，咱今日就要來甲講清楚、說分明。對小張，在古早無共族群之間到底要安怎交流？到底是用講的，還是用寫的？應該無可能是用寫的啦。安怎講？因為教育無夠普及嘛，捌字的人無濟嘛。若是用講的，到底安怎講法？互相之間才聽有，才有法度交流。咱今日就要來舉例說明。小張今日用一句真簡單的話來做討論，就是這句。別句袂曉無要緊，這句一定要會曉講，因為食飯皇帝大嘛。這句話咱若是用閩南語的白話音來讀，就是愛讀作安尼：我要食飯。小張拄則這句話，佇台灣、廈門、漳州、泉州一定攏聽有，但是廣東人就聽無啊，客人可能嘛聽無啊。聽無要安怎辦？好理解在，咱有一個通語可以交流，就是雅言。這個雅言就是周天子的標準音嘛，就是迄當陣的中原正音嘛，就是文讀音嘛。這小張攏捌講過啊，所以講咱今日就要來討論這個文讀音到底安怎讀法。在閩南語的文讀音內底，這句話就愛讀作五育釋範。這句話若是用粵語的文讀音來讀，就愛讀作五育釋範。過來。若是用客語的文讀音來讀，就愛讀作五育釋範。三句攏讀完啊，是毋是足相像的？是毋是互相之間一定攏聽有？是毋是一定有法度交流？這就是雅言嘛。在過去的影片內底，小張一再強調，我毋是專家，閣較毋是國寶，只不過是真有興趣。親像拄則這個客語啦、粵語啦，小張完全袂曉，完全攏袂曉。所以講，小張若是有講了無好勢，還是發音無標準，攏歡迎各位來甲小張指點。咱即馬翻頭轉來討論這三個版本的雅言，到底啥物人講的較標準？這個問題，小張無法度回答，因為西周到今已經超過3000年啊。但是小張知影一個步數，有可能有法度找出來標準音，因為這個文讀音安怎讀，咱攏知，咱有法度用電腦、用 AI 來做研究。我相信應該是有法度得到周天子版本的雅言啦，但是這個代誌小張做袂來，這就要用國家的力量才做會成。講完雅言的音，也就是文讀音，各位一定真好奇。小張，你平常時毋是講你有三個步數，有法度來解決這個文培音之差的問題？即馬有機會啊，你毋就來表現一下，看是毋是真金不怕火煉嘛？好，小張即馬就來甲試看賣咧。文培音之間用小張的步數，是毋是真正有效？咱即馬一字一字來做討論。親像第一字會使讀作我，嘛會使讀作我，其中這個有就是來無應氣無狀的介音。咱即馬來看小張這張聲母互換的表，我甲我這兩個錄音聲母都寫佇同一排。小張捌講過，寫佇同一排的聲母攏有機會可以互換，證明小張的理論完全正確。咱即馬翻頭轉來討論這個字，這個字就是標準的 O 甲 R 互相轉運的字。咁安呢？有法度舉例說明無？當然嘛有。咱即馬就來甲無三不成例一個，親像這個字會使讀作歌功頌德的歌，嘛會使讀作唱歌的歌。這個字大家攏熟悉，會使讀作樂，嘛會使讀作樂。這個字會使讀作樂器的樂，嘛會使讀作阿爸的阿。這幾字嘛攏是 O 甲 R 互相轉運的字，就是這簡單。咱即馬來看第二個字，這個字小張頂禮拜才講過爾。在不會寫的閩南語漢字第14集內底，小張有交代甲真清楚，歡迎各位來甲參考看賣咧。在這個所在，咱就無閣浪費時間啊。咱即馬來討論第三個字，這個字會使讀作食，嘛會使讀作食。同款，咱即馬來看這張聲母互換的表，子甲思。這兩個聲母都寫佇同一排，各一排證明小張的理論完全正確。這個字其實就是伊甲耶互相轉運的字。小張，咱毋捌聽過你講這個伊甲耶互相轉運的代誌。
其實這個伊甲耶就是伊甲阿在互相轉運啦，但是佫加一個來無應氣無蹤的伊，就寫佇遮。咱即馬來舉例說明，親像這字記嘛會使讀作夾，夾坡的夾；啊，這字節嘛會使讀作隻，一隻鳥仔的隻。過來，這字粒嘛會使讀作粒，一粒西瓜的粒。啊，這字子嘛會使讀作隻，小隻的隻。啊，這字騎嘛會使讀作騎，騎鐵馬的騎。啊，這幾個字攏是伊轉運做耶的字。咱即馬翻頭轉來看這個字，食讀甲變隻。這個尾音嘛有互換的現象，所以講這個字會使講三個步數攏有去用到。咱即馬來討論第四個字，這個字會使讀作飯，嘛會使讀作飯。同款，咱先來看小張這張聲母互換的表，報甲好就寫佇同一排，擱一擺證明小張的理論完全正確。其實這個字就是彎甲互相轉運的字，啊，這個彎甲互相轉運的字足濟啦。講嘛講袂完，咱即馬來舉例說明，親像這字酸就會使讀作酸，這字軟就會使讀作軟。過來，這個字會使讀作川，嘛會使讀作倉。啊，這字寬嘛會使讀作囥，這字斷嘛會使讀作斷。啊，這個字攏是常用字，一點仔勉強都無。咱即馬翻頭轉來看這四個字，是毋是像小張講的，文白音之間用小張這三個步數，攏有法度解決。這就叫做真金不怕火煉啦。講到這為止，咱有討論到雅言的音，也就是文讀音。擱刷落來，咱就用小張這三個步數來解決文白音之差的問題。啊，小張有鬧開無？有甲你騙無？是毋是每一字攏合情合理？咱來講結論。第一，一開始咱討論到三種方言的文讀音，啊，這三種音攏真相像，互相之間一定攏聽有，一定有法度交流。小張認為，這就是雅言的音。第二，以現代的科技，小張認為有法度算出來周天子當年的口音。但是這個代誌，小張一個人做袂來。若是講教育部要甲小張配合，我有把握有法度算出來周天子3000年前的口音，互你聽看覓，啥物叫做正港的雅言。第三，講完雅言的音了後，小張現場表演，用三個步數來解決文白音之差的問題。四個字攏有解。無大緊，一點仔勉強都無。第四，小張已經無物件好講啊，所有的理論攏鬥甲麻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甲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